那呢，行政院副院长这个课正要接咧，讲是现任的经济部长沈荣津，就由经济部的处长王美花来接经济部长。王美花早起到南口视察，也是无证实这个消息。等到是做伙出席的新北市长侯友宜，直接就甲恭喜，叫伊是部长了。 经济部处长王美花、新北市长侯友宜、李台长白马掌送爱心予弱势团体，看起来有淡薄仔脚乱手乱，但是王美花阁来接任女党啊，因为有消息传出讲，伊有可能会升任部长。都有相关的人士都由行政院这边来统一发言。尤其要谢谢我们王市长。 再几天就是王部长。王美花一直讲多谢，但是侯友宜真大方，已经叫伊是部长啊。两个人同台有讲有笑，王美花嘛学了侯友宜建设有成。我们就发现一个好的市场，就会带动大家多多跟社区接触。环境空间的电线电缆的地下化，还有很多的民生的用电，希望能够。 跟我们地方满满的配合。王美花无承认，但是行政院19号特别正式公布人事的异动，经济部新气象和地方的合作嘛愈来愈密切。